今個月嘅 Diacron 咧，我哋有呢一隻嘅就係 Tactical Mover TM38嘅 Dark Star， 仲有就係 DA122 啊 Robot Base GX 用嘅 Build Up Armament， 有埋呢一盒咧就可以同上個月嘅 Robot Base 啊做一個武裝上嘅補完啊！一開咗出嚟就會見到呢一把改咗色嘅 GX Sword， 另外會有隻機械臂啦，3個 Diacron 嘅隊員。今次呢3隻 Diacron 嘅隊員咧都值得去留意嘅，因為佢哋除咗都係黑金銀嘅配色之外咧，仲要係有揸到武器嘅喎，咁所以係極有收藏價值嘅。另外呢一 pack 咧就會有好多嘅炮塔啦，同埋就係呢一個佢個甲板上面嘅一個配件啊，攞翻之前個版本嘅 GX Sword 出嚟咧比較一下啦。咁當然啦，個配色就會係完全唔同晒。今次個劍身咧嗰個嘅顏色就會變咗係金色啦，中間呢個部分咧就由藍色咧就變咗去灰色嘅。另外有啲細位咧就例如呢啲位變咗金屬紅色啦、金屬嘅橙色同埋金屬綠色。基本上嘅玩法都係一樣噶啦，咁亦都可以變做呢一個類似 X-Wing 咁樣嘅飛行形態。分體嘅時候咧，呢個甲板嘅配件啊，對於架陸上要塞咧都幾重要嘅，因為咧就可以加大咗呢一個甲板嘅空間啦，咁就可以放好多嘅 Diacron 嘅戰機落去咧都 OK 啦。又或者可以加裝呢4組嘅炮台喺個甲板上面，呢啲機關咧幾時都係覺得咁正嘅。呢個可以擺人入去駕駛嘅炮台控制室咧，都可以加裝喺側邊嘅呢一啲接筍位嗰度，將成個控制室嘅上半部分轉180度咧，就會見到今次呢一個機械臂嘅配件啦。咁其實呢個喺之前嘅 DA97咧係有出現過嘅，今次都係叫做改一改個配色咧，就包埋喺呢一個 DA122嘅套裝入邊。把劍咧同 Cloud Across 合咗體之後咧，嗰個飛行形態就係咁樣啦。都真係超巨型嘅，將所有嘢都組合晒落去 DA120嘅 Robot Base 上面之後咧，就可以做到咁樣嘅狀態啦。咁喺上一隻 Robot Base 嘅時候咧，好多朋友都覺得對腳咧就唔夠粗啦，所以都一定係會買埋呢個甲板嘅配件啦，裝埋落去，令到隻腳嘅睇落就係粗壯啲嘅。跟住咧，我就將佢其中一個3連裝嘅炮咧，就裝咗喺佢腰嘅側邊，咁就變咗一個類似係側裙甲咁樣嘅裝備啦。咁膊頭嘅位置咧就裝咗2個小炮台，把劍咧都有翻呢一個展開嘅玩法。咁就係呢把 GX Sword 嘅 Absolute GX Mode。今次咧入邊呢一個部分咧就變咗係透明藍色件。係啦，點解上次唔擺晒2隻出嚟咧？就係要等埋今次齊晒所有裝備補完晒啊，先至擺出嚟啊！成件事真係霸氣到不得了，近乎係唔夠位 show 出嚟添啊！開完隻咁巨型嘅嘢咧，我哋就開翻隻中 size 嘅嘢啦。佢就係早幾個月咧推出嘅 TM36啊嘅一個改色嘅版本嚟嘅，通常都係㗎啦，改色嘅版本啦，咁佢嗰個駕駛艙咧都會有少少唔同，咁睇到個外圍啦個設計就大概都係一樣㗎啦，咁但係個頭部就有啲唔同嘅，呢個就係佢今次頭部嘅造型啦，咁會見到嗰個嘅偵測器啦，又或者佢隻眼啊，就變咗係一個嘅透明藍綠色嘅件啊。都有翻個透光嘅設計嘅，咁但係今次咧就要喺比較高少少嘅角度望落去咧，先至會覺眼啲嘅。如果係變翻載具形態嘅話咧，咁2個駕駛艙個造型咧就基本上一樣噶。有睇過 TM36嘅開箱咧，都會知道呢一隻都真係幾巨型下嘅，尤其是係個背包咧，真係大到啦，係要有一個咁樣嘅起落架啊，做一個第3隻腳嘅支撐咁樣咧，先至可以企得穩啊。背包其中一個位置咧就有呢個巨型嘅飛彈武器啦，另外呢個位可以反出嚟咧做一隻巨型嘅機械臂咁啦，喺前方咧仲有一個嘅射擊武器啊，上邊呢一度仲有個超破壞炮，我覺得用呢個超破壞炮嘅時候咧，可以將2隻機械臂向前找埋地啦，咁樣嚟到去做個支撐啊，咁成件事就更加 fit 啦。再變埋呢一個巨型嘅太空船嘅形態啦，咁上次都有睇過咧，呢一個嘅太空船形態咧係真係幾有型嘅。今次呢個黑橙色嘅配色咧，都係非常之正。機身側邊仲有呢一個隱藏式嘅飛彈發射器。咁呢個小型嘅載具咧，當然都會有埋啦。咁個駕駛艙就係咁樣嘅，然之後後邊有一個艙門可以打開，上面有2支炮咧可以調校角度，同埋呢一個咧就係個飛行形態啦。咁可以將啲轆咧反翻出嚟，咁就變翻一個陸上用嘅形態啦，同埋最重要就係可以收納埋喺呢一架太空船嘅尾部啊！
咁無論係 TM36或者係呢一架嘅 TM38啦，都係有好多 gimmick啊，好多嘢玩啊。今次 DA122咧就叫做補完翻上次隻 Robot Base 嘅一啲裝備啦。咁隻 TM38咧都係一個普通恆常改色嘅一個版本啦。咁當然啦，我諗有部分嘅朋友咧都係會覺得唔夠厚嘅。咁我自己都聽到一啲小道消息咧，就係話 Diacron 咧今年啊應該係會有啲強勁嘅產品推出嘅。咁當然都係叫做聽住先啦，但係都真係好希望咧呢一個玩具嘅 IP 咧可以承接翻咧佢一貫以嚟嗰種好有創意啊、好有玩味嘅一啲設計啦。咁有多啲新嘢俾我哋玩咧，咁成件事就更加好啦。今次我哋又玩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